南投草屯上港呢，有一個阿公級的學生，今年已經73歲，逐學期這成績呢，攏是全班第1名，而且佇咧高二的時陣，佮通過丙級的技術鑑定。這老師是鼓勵伊，佮再拼一張乙級的，伊是用1冬的時間，會拿讀冊，會拿活功夫，才總算摕到這高難度的乙級的證照。來看這個活到老、學到老的故事。好，來開始咧，會當開始進刀哦。莫以為有歲數的這個是老師。其實伊是學生啊，大家攏叫伊阿公，攏對同學安尼叫，同學叫阿公嘛，攏對阿公。阮孫講讀冊真艱苦啊，所以我想講我來讀看嘛咧，我先做交朋友。有影艱苦？真忝。講出來講真忝，毋過忝還忝。伊讀3冬的夜間部機械科，年年攏摕第1名。今年73個帶家財，少年時陣捌佇機械公司做業務。一直想要讀冊，增加相關的知識。即馬是愈讀愈成熟，老師嘛順勢鼓勵伊考證照。這是我考到機械加工的丙級甲乙級的證照。阿公他算是我們的大前輩，他很厲害，就很多細節 make up，他在這方面都做得比我們好。看到阿公遐認真啊，家己嘛較認真的，叫着伊。阿公講來讀冊交朋友，伊讀冊認真，嘛感染到少年輩，受老師學樂。佇咧操作，佇咧反應，可能無來甲像咱即擺少年啊，遮爾速度遮爾較緊。毋過考試的是阿公會用伊真濟時間去彌補伊袂曉的所在，佇咧操作伊會去一直做，袂曉就是問老師。活到老，學到老，帶家財這位阿公學生，即馬嘛是魔法學生，摕到證照了後，阿公閣有一個心願，打算要去考大學，做一個大學生。記者黃英修南投報道。